大家好，歡迎翻到嚟每週交易點子，我係你嘅節目主持人 Marvin。未 subscribe 嘅朋友仔記得撳翻個 subscribe 掣，我哋將會有好多唔同嘅外匯同埋貴金屬嘅市場資訊送翻俾大家嘅。我哋先睇睇上一週嘅狀況。美國方面啦，美國總統特朗普下令於上週六1月3日對委內瑞拉發動空襲，並成功拘捕總統馬杜羅。特朗普過去曾經多次公開誓言要將馬杜羅拉落台，並指控佢係毒品恐怖分子，甚至懸賞5000萬美元捉拿。特朗普稱馬杜羅政府副總統羅德里格斯已經宣誓就任總統，並將與美國合作推動政府嘅過渡。並表示美國石油巨頭將會喺委內瑞拉投資數十億美元。另外，受特朗普嘅關稅影響啦，美元指數喺2025年年內下跌大概約8.1%，為2017年最差嘅年度表現。轉個鏡頭去翻歐元嘅區域，調查所顯示啦，歐元區去年12月製造業活動進一步下滑。歐元區最大經濟體係德國嘅製造業 PMI 創10個月以嚟嘅新低，意大利同埋西班牙亦都重回萎縮嘅區間裏邊。歐元區製造業採購人經理指數 PMI 由去年11月嘅49.6跌至48.8，達9個月以嚟嘅最低位，亦都低過預期嘅。新訂單下跌速度創1年以嚟嘅最快。出口需求下跌速度創11個月以嚟嘅最快。再睇睇加拿大方面 ，S&P Global 發表最新採購經理指數 PMI 數據顯示，2025年年底加拿大製造業經濟嘅表現再次惡化，12月嘅指數為48.6，稍高於11月嘅48.4。呢個已經係連續第11個月創越低過50呢個臨界點。關稅同埋市場不確定性持續對製造業造成壓力，導致產出同埋新訂單嘅下降。最後睇睇啦，就係貴金屬方面啦。2025年內黃金價格上漲超過60%，白銀價格呢亦都係上漲超過160%嘅。我哋睇睇啦，持倉比例嘅變化啦。外匯方面呢，變化得比較劇烈嘅呢，就有呢個紐元對美元啦。由呢個前週嘅36% 嘅持倉啦，持倉買入嘅呢，就變成86%嘅持倉買入啊。另外呢，我哋睇翻其他嘅部分啦。呢個鎊 yen 方面啊，亦都由呢個60%嘅持倉買入去翻到34%嘅持倉買入啊。另外貴金屬嘅方面啦，變化唔大嘅，仍然都係以長倉買入為主嘅。我哋睇睇外匯同埋貴金屬嘅熱門選擇啦。外匯方面呢，維持住首位方面呢，仍然都係呢個Euro Dollar 即係歐羅對美元。穩守第二嘅呢，就係呢個 Dollar Yen 美元對日元。百分比方面啦，其實就變化方面呢，就歐元對美元呢嗰個百分比呢係有增長嘅。現時呢，上週計啦去到差不多接近60%嘅選擇都係去咗呢個歐元對美元嘅。貴金屬方面啦，仍然選擇方面仍然都係偏向喺黃金方面嘅。現時係大概6%嘅百分比。我哋睇翻啦，現時我哋嘅外匯推介方面啦就有呢個歐元對呢個美元嘅日線圖。我哋睇睇下阻力呢會喺呢1.1724啊，支持位會落翻喺1.1648。貴金屬嘅精選方面就有呢個黃金啦。阻力方面呢會喺4439啦，支持會落喺4327嘅。
咁啊，最後啦就係呢個財經日曆方面啦。咁啊，今週方面啦，去到週五呢，咁啊美國嘅非農就業數據呢就會公布噶啦。咁屆時呢，大家呢就要調撥翻好嘅投資嘅策略啦，咁啊應對翻呢非農嘅公布。咁啊，今週嘅分享去到呢度，咁我哋下週再見，拜拜。